大家好，我是小雷。经常看见有粉丝讲，说小雷人生得小，为营养不良。其实奶粉才晓得，你是再菜整整1个月。搿些辰光问医生，最少要到3岁才能够再上一般的小朋友，不容易的。不过后天是要喊喊叫补补。今朝到底去吃牛骨头汤，弟弟啊，你喊喊叫补补。出来开心啥？出发。那现在阿姨发了浪子，手上还翻黑洞江。黄虎骨头汤，第3道来着。师傅还是得上趟一样，碎爪骨为个牛杂拼锅。这份是人家的吧？你的。这份就是我的了。你们这么快？牛肉牛杂锅。蛮多的，肯定吃不掉，要打包的。该打个肉侪是盐红，所以上菜快。豆皮鹌鹑，豆皮鹌鹑，来，弟弟，吃牛子啊，牛肉。这包菜来着，经典碎爪骨，还搭个单公海的切片牛肉是小小包。该只蘸个酱还是里头自家点的，特别好吃，稍微有一点点辣，苏州人口味最重。一块牛肉一餐饭，屋里向自家做个南瓜饭，不晓得从几辰光开始嘛，你还自家拿煮菜吃饭。第一道谁上吃吧？告诉我，不能吸黄子味。人生一大幸福的事体，就是都可以吃肉。再汤。我说的再好，不如你来店里试一试。营区的你是11点钟来的，现在11点半，随排队着，连得边浪向侪数个人。辰光过得蛮快，2年来吃个辰光还5003了。本来档子也吃不脱的，现在看上去搿点肉可以光盘着，还点嗦粉是吃不脱的。面谈不错，下趟再来。黄虎骨头汤有点道理的，帮我皇上10元一个，可爱个儿子。